你放炮嘅聲，成個static 嘅聲咧。哎呀，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今日是唔知前幾特別嘉賓歡迎來新疆給我人拜年就是看好就是老張阿龍歡迎。大家好。你冇對檳榔啊？冇啦，我冇對檳榔嘅。你到韓國幾時啊？係啊，我是韓國人嚟嘛。你韓國仔啊，你韓國人。我啦唄。你韓國仔而家你只係韓國物件啊，放晒出嚟變韓國。韓國人放嘅配本特別胖咗咗。把你困死啊！阿龍把你困死啊！做咩事？講韓面呀？你韓面喎，馬韓面。你講你韓面嘅時候，困車起來變咗韓國人去喎。我困車你，我諗我是韓國人嚟喎。哎呦，你韓國人搞過緊我。我是老河。韓國阿龍，我係記頂節嘅時，諗咪是講到講佢哋唔知咩，你邊個邊做老咗係你就冇每人係咪唔見了？啊，即你我一句咪是講，我後尾個不能曬，你看我知道。我第一個就是講放炮，佢應該嚟講。究竟我在一個位，我俾每個阿龍啊，頂住要叫後往講佢哋講佢哋新疆話啊。對。嚇，係你是住，我俾每女特別伊按照那做讀音嘛，有你一讀嘅時候，就係講萬事如意啊。萬事如意。我個平常時講如意啊，我聽講嘅時候，我誒，真冇咩想啊，我吉他。J 有嚟人讀 L 嘅嘛？萬事如意。萬事如意。邊啲有喏？特別人讀 L 有人讀 J。特別 J 表記，我是講伊嘅變調，伊講如意啊，唔是如。冇啦，伊讀唔對，伊讀唔對。哦，你話即個就是誒白啞鈴嘛嗬？J。就冇我唔是白啞鈴嘅咩？唔是白啞鈴啦。哆來咪。哆來咪。叮當叮。開車來啊！歡迎開車，究竟我仔萬事如意。我被 show off 啫，我被 show 啊，講嚟看咧，係咪事？即係是因為一個事情佬嚟韓國。係咯，伊嚟都會嘛，係咯，南西按照講，南西驚爆咯，冇一杯物件好嘛，係咯，我咪三件嘢好啊。哎呦出邊個幾隻啊？我想食隻啊。出邊啊，人嚟啊，幫人叮當叮，慢慢嚟啊，就講啊。誒，等陣，我介紹夾面了成了，肯定我被有談喎，真係。快死！即係 start 咗。得啦，實咧，你確實有被確實有被。叫我白雲炭仲一隻。你我白雲炭係你牛池咯，硬做面嗰時。好你等陣介紹嘅邊先。等乜阿龍咯，แล้ว等乜攞條聲到啲車俾麥當勞食加工啦，แล้วก็叮當叮哆來咪啊，歡迎。แล้ว係，恭祝大家身體健康。แล้วก็阿龍唔是到摩登推車啦，推車佢估冇嚟啊明，那摩登冇嚟啊，佢估啊。冇啦，伊佢走誒，伊當天啲邊嘛？我哋摩登個咁大。哇，摩登出名咯！你到底都係看到伊叮當叮？咁大，啲啤波，啲啤波。跳舞嘛？你講伊多多聲，摩登登。唔得，係482。真係出名嘛，容易。伊真出名，伊跳舞嘅嘛。冇，伊出名個唔是，到咱邊咧學見出名，伊唔是。喂，到下邊學見出名嘢嗬。你是找我妹啊？冇啦，歡喜啦。你是歡，我咱們邊攞人嘅名係就我愛來啊，較換人播仔把聲。仔把。又喜歡仔各位。等下我俾辦個等陣個有大粒頭個，歡迎又喜歡仔。
我被教人講嘅就是我被 try to get 佢 link 你知阿龍啊，然後是我被放看，因為我感覺到人講嚟講去，本是講究竟發仔嘛。冇啦，佢我估講咩啊？紅包嘢嚟哦。冇唔是紅包，咩正史？叫話仔，我講咩嘢啊？啊，萬事如意我有講，萬事如意我冇講嘅，我冇講萬事如意嘅。我有講萬事如意啊，我講成理興良。哦，成理做大嘛。興良。成理興良係啊。啊，興良對。誒阿龍，我就是會未รู้嘅，就是講你變調時，我其實講我唔知，我聽我其實調，特別我無 sure 咯，我記錄捌講過，安怎其實變調，安怎其實無變調，特別我對，較實你看啦，第演技嘅一個 formula 咧，你就會記 knowledge 咯。咁咧，你聽做 knowledge 來看，嚇，較濟嘅正係 knowledge 咯，所以成理係了，興良，咱那邊人講話是 knowledge 聽開嚟講嘅。哦，所以咱就無講。強氣發財，咱是講強氣發財嘅。嚇，特別我咱邊啲是關係聽我哋聽我哋。台灣人嘅話咧，有有隻就是講強氣發財嘅，讓個氣變做氣嘅，一個一般變嘛。但邊啲佢就是聽開我哋嚟講。我在邊啲嘅就是有啲人講嘅福建話係，本是有人香講嘅是什麼？人講注意嘅係人咯。注意是對嘅，我是睇注意嘅。注意嘅對嘅，注意是唔對嘅，注意是未曉講嘅人家講嘅。特別就係這邊嘅人講開，成個人講，但我上學會講自己話成咗講注意是成個關係嘅嚇。關係唔是，關係嘅冇事啊，關係是全世界一個人講。即係特別嘅人啊！我有之後咪叫俾個大粒頭講嘅，大粒頭有之後。講嘅物件咧是真世界嘅，一直講嘅。對，我知，你講我話嘛，特別梅話，依個一大粒頭講佢哋我有特事啊咩嚇？有大人，啊大你啦！依家係你自己裏邊嘅。誒，特別即係英國調冇講嘅唔是咩？冇英國調冇講嘅，英國調冇。因為我唔係sensitive嘅物件，特別唔是講。我唔是為你講啊，就是講對，就是講錯，因為人講無時候，我咪是要講唔講對。一人講話，有啲人嘅界定人有關事是很講嘅，呢啲就所以人會明白就對啊嘛。嚇對，人講話是明白，特別咧就成個話，特別我記得講頂頭上咪是講關係嘛，講真係真年啊，阿龍都冇教我講。呢時我妹，我嗰陣時都出嚟啦，冇講關係。對，我妹我係媽，我係爸嘅咧，人講係哥嘅咧，人講關係，我知嘅啦，唔講關係。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一種嘅 variant 還是我冇拄過嘅咯。有可能是。佢咪就關係，佢咪就關係。關係。關係。冇關係啊！我講關係，然後是我就這年我即係同人講關係，然後佢唔知是唔是有別你成個喂係是講嘅嘛？你就係喂講嘛，咁咧唔是學緊人嘅嘛？然後佢哋人講嘅是一樣自己嘅，影響到人自己影響到，特別。當今咧，我俾講嘅就是有你邊啲學嘅人成個，唔是邊啲學嘅，有你邊啲嘅人，但係人講佢哋注意佢哋嚇，佢哋音就是我常聽到嘅，唔是跟佢注意嘅，就一隻字行講啥，我是想到嘅是啊嚇，係想講 OK， 我你看嗌咪？我唔想食物件啦，有時人食嘅物件啊，邊人大人本食過啫。冇事。咧，唔是，迄個食嘅物件咧，吼是一種嘅水嚟嘅，將好食嘅甜甜嘅。伊有三種嘅講，菊花，唔是，有三種嘅講法嘅就，SKT，絲瓜湯。嗱，如果是絲瓜湯啊嘛，我講絲瓜湯，唔是絲瓜湯，我講絲瓜湯。講絲瓜湯，哈對。故意就叫做絲瓜湯。哦，第三種嘅講法嘅。絲瓜湯，呢啲係比較奇怪嘅啫。伊邊咧特特咧講福建話人本食嘅物件，特別啊，伊名唔捌聽過，嚇，伊名唔捌聽過，伊讀伊咩咗？哦，絲瓜湯、絲瓜湯，我是講絲瓜湯嘅。哦，我講絲瓜湯喎。啊，但係有人是講絲瓜湯嘅，這是我前期聽過嘅。哦，我咪聽，但係我個另外就俾梅魯個，人講零影嚇。
零景，有人講零景我係朋友嘅爸講零景咯，哦咁零景有我嘅 Mandarin 叫做龍人，好啊，對，by right 咯，應該是零景嘅調嘅。係啦，咱邊講變起來 logo， 零景是變嘅，特別唔是嚟邊兩邊咯，零景是中國嗰邊嘅。Actually,冇啦，係你是講好下嚟。I think 應該是 because 檳城啊有福建人、范平人，甲唔是范平人。對。แล้ว就是安尼款，伊會影響到愈看愈是特別派嘅福建人。哇！你別掉啊！我麥當勞成我聽到你聲，所以別唔是我無做半行我紅。你講亂你紅，亂紅。誒，我謝咗甲你講話，一隻了，我講實，我個用我冇計講，我用我家裡計講。幾？用家裡計講。當佢，這個時間即是七幾下，等我再看，喂，嗱隻頭就我顯我嗱。10倍，跟住10倍。啊，10倍啦嘛？唔會啦，冇你個幾隻呢？拜30個，跟住10倍。唔對啦，人講棒嘅事啦，錄音。呢條片因為個拍人頭條，人學你跌嘅呢蛇刀啊，唔是啦，唔是10倍。樣嘢講10倍，拍人頭條。即係叫雞搞咯。今日是冇啦，人哋都好睇咩數咋？人哋定至10個是落大雨，10個落大雨，我係嘛條車驚嗰唔追嘛。OK，今日是七四19號啊，七四未使去拜正嗬？七四會使拜正，七四唔是未使拜，七三未拜正啊？其實未使去拜正啊？有一日未使去拜正嘛？唔是誒？我唔知啊。你記啊？我跳冇啦，人冇對啊！誒，等陣我俾吹係你萬事如意嘅。但係人講腳話嘛，我俾聽有你邊人學見人講，計劃是表記你冇想講話。人講你是伊係調冇想，你係變你調啊，伊調哈。แล้วก็อีกอย่าง叫做腳花，腳花。哦，我知我係有啲人想掛鋪，人想掛落江沙啦，有人是伊話噪音淡薄，是講腳花，因為念腳花就係叫唔是腳花，我係叫腳花。佢有一種嘅物件是，喺你冇上字啊，零地加兩地。哦，零地我叫零地咯。兩地是面對奶哦。冇上下冇，伊冇上字，伊是上字物件嚟嘅，一個是零，一個是兩，冇關係。唔是咩？你其實講，但係你別講係咪面對冇面對，應該上一個物件嚟講是上嘅，你就。一個零就是生嘅零，啊對，零。確定諗咪講咯，零，確定諗咪講咯，就係零嘅零，唔是確定一個結句，就係零就做下，對對。OK，等我看一條我就知道嚇，但係是一條啊嚇，你講拜年誒對啦，講起發財，我個另外一面講唔對係咩啊？我是學 Mandarin 影響到啦，我講團，你知道團？對。其實是團咯 ，TH，特別加一人講 TH。哦，唔是，有一個人講團嚇。加一真咗。你你是 Mandarin 嘅影響咧，我感覺到。有可能着。我人講，我真係聽人講，我講時候去團教嚇，紅教團教。有時人講傳教嘅嘛。對，就係人講傳教。我每時定點是講傳教，特別我上去有一項物件我係嘛講嘅啦。然後我想到，哦，對，佢哋講嘅就是團嘅意思。伊個講去派團單，去派團單，就是派。你話講派團單都好了啊！我特擺派團單係較長。哇！同伊咁樣講傳統嘛，其實就傳統。哦，伊有當人是啥物字嚟嚇？傳咯，伊是迄個傳。一代傳落來。有一代傳落來，特別同伊大人講，一代傳落來嘛。哦，
傳成個華語呢。啊，對咯，伊用走頭前嘅音變嘅。OK， 我除掉啊，你究竟話仔，確定咱個講到啲幫跑是，有經被假亂講人家成正，伊無相嘅成正字到底係邊啊？這裡是一個網頁為這是到底倒位網頁哈？哦，這是咱個社會啦。OK，so 當然，若是講伊聲唔對嘅，咱會使改者哦。咱講我個吉他課我嘅 instinct 它對唔對啦哈？咱就這樣要對啊。我看伊 URL。URL 個部講就係應對我放隻 website 咯，我放 share screen 互人看 ，share screen 了我看人看會到嘅人哈，會對我做在讀哦，人看到，我 present to all 先 ，OK， 人看到這新正祝福語，新正祝福語。了頭一就是年有，其實年有邊咧無人講邊咧應該是講年有異嘅對。哦，有異啊。邊咧是關係講人生異啦，無講人生有嘅嘛，人生異嘅嘛。年有異我有聽過，年有我唔捌聽過。其實依家有是冇問題，就是講兩三種無相關學嘅話嚟嘅。特別邊咧嘅 majority 啦，我聽到是有異嘅。年有異跟年有我唔捌講過啫。伊判唔對，本就伊唔應該是年有異，伊是年有異嘅對。哦，年有異嘅對，唔是年有異，是年有異。年有異，我學年妹。我學連梅，我學連梅。哦，我學我唔係聽，我學連梅，然後佢幫你。我學連梅咩？我學連梅。對，我學連梅。你要有。要啊！你要其實。空調河順。烏順。空調烏順。紅表烏順，呢個噪音咩？烏順係伊講，我烏順 ，OK。烏順對。伊特別伊唔是伊即濟人對讀伊個讀法律啫哦。嚇！我聽到即濟，唔是講一個人了，我聽到有一個 pocket of 邊咧福建嘅人係，伊人是讀寫什麼講菊花係，就是安尼可能咯，樣就是有啲烏順，然後你講安尼可能了。是講我 try 你 try 你去看看你會去掠到，係咪種嘅人安怎樣會影響到樣嘅讀音？冇，你講邊咧有兩種嘅人，邊咧有兩種嘅。都你諗邊咧你看啦，所以邊咧嘅嗬，我同你講 ，OK， 你中國伊是你其實想啦，中國有兩條金崩啦 ，OK。中國有兩條金崩嘅人白白來到邊咧度，頭一派人成來到嘅，古公司嘅人嘛。因迄一代人咧，伊金崩 A 人咧，成來到邊咧嘅。係咧，伊來到咧，伊嘛做工咯，伊嘛去開發幾類邊咧啊嘛。然後就會嚟金崩 B 人本對咗嚟咗，係咧金崩 B 嘅人嚟啦，金崩 B 人較好啲咗，咁做較濟成理咗。所以變到你成理做大話，你可你是頭家嘢咯。你變頭家嘅話，你可即係社會。誒，只自然會對了，愈迄個方式，愈迄一套去行咧度。所以你會看到咧，邊咧有一個只奇怪現象啦，就是金崩 A 甲金崩 B 人啲長山點聲咧，嗬，有一項物件咧，即係有一項物件，伊講嘅嗬是，啊叫金崩 A 講嘅是type A， 金崩 B 講是type B， 特別樣來到過後咧 ，type A 甲 type B 所亂做伙去咯。就講，你能講日本嘛？你講日本嘛？金崩 A 人是講日本嘢咗，金崩 B 人講日本。哦，了你可金崩 A 人你可是講關燈，金崩 B 人是講更燈。你知更燈係咩叫？我看得人煮，唔是更燈，冇人聽有咩更燈？唔知喎。更燈人啊，對 ，Cantonese。誒，你金崩 A 人應該是講。關燈人甲關燈外咯。哦，我講唔對啊，我講更燈啊喎。對，唔是你唔對，是咱邊樣嘅社會是兩種本參與了，所以變咗伊白燈是亂嘢啦。特別我唔是講更燈，兩種嘅 essence 咯，咱是
哪種嘅記證本參起來啊？嗬，所以是更當，特別是講咱講更當人嘅時，咱就換咗更當啊。但是講喺中國啦，根本邊嘛？講日本人是講關當人加關當話嘅咯。我知，我明白。特別係講日本人咧是講更當人加更當話。哦，你咪所參。哪種參起了啲邊？特別我是講 within 更當。這個字啦，這個拍法啦，咱是叫更當，也是咱講更當，特別更當更當人嘅時候講更當，特別也是講更當，咱就變咗更當人啊！你講更當，係你當變咗嘅音咯，更當變咗更當人。OK，更當人嘅更當變咗更當人去。很好啦，即係都變咗變咧，人就變咗是講日本加更當人嚟咗。咱兩種就是講大 A 咱而家就50%，大 B 咱本嘅50%，變咗變嘅話100%而家。A 咧 A B，咱是變咧，咱變咗大 C 咯。咁大 C 就是大 A 一半，加大 B 一半，變起來就大 C 咯。A plus C equals 一半 A 一半 B。half of A plus half of B。two A plus two B。快 fair 啦。冇啦，咱講是講㗎，你簡單啦 ，simple 講就嚟方面啦，50%嗰度，呢啲唔止咯。係啦。大 A 40.7%，係咯，大 B 嘅股是30.6%，佢出嚟股大 C 大 D 嘅係嗰件冇相關嘅嘢咯。แล้วgo 就咧關係咧，佢哋是狂1%。問講啊，我影響就大，有可能對別人使起講關係啊事啊。OK， 嚟我咪每人看到噶嘛，我咪叫別人讀嘅時OK， 頭先就講啊，身體健康，特別有陣時人講身體健康嘅。我不跳咁樣，身體健康，我跳嚟彈咗下這裡 recording， 是我彈唔掉，他可能 recording 身體。身體健康。你一個國泰平安。國泰平安。我不跳佢國泰平安。冇啦，冇平安嘅啦。平安，國泰平安。這裡招財進寶呢講，招財進寶。招財進寶。進寶係對，伊講進寶啊。呢個唔係平安嘅人嚟。特別我不聽過啫，我不聽人睇。但是伊是平安嘅人嘅話咧，伊就是無咪會曉了。有人會出來講人哋看話，因為我不聽，我身邊有這一人講嘅福建話是咁講嘅聲，即係變咗我再講一樣是無想，所以我冇去想嘢啦。before 我 study 呢這時候，我其實再講伊教我太無想嘅，冇。有時呢是50歲以上嘅話咧，就佢咯。就咁聽醫生，伊唔是50歲以上嘛，呢個50歲以下嘛。特別我細漢嘅大漢嘅時候，我細漢嘅時候我都冇聽人咁講咩。老人咯，老人，會生較大嘅人。大漢嘅話嘅人特別唔是老人，所以是成個講是成個差唔多大話嘅8歲個10歲，特別我細漢嘅時候我都聽到人彈嘅，可能。然後OK，即係你波高升，波高升啫。波高升，得做開車笑咋？開車咪做到笑波高升。冇，我大家可能聽得計夠嘅。你係咩事哦？你係咩事哦？你都唔聽過數，人只講，人佢哋講咩事？人是講叫乜仔啊？大吉大利，有嗎？大吉大利是大吉大利。伊變調嘅。嗱，有變調其實。冇，你講只係有人冇嘅。大吉，哇！那時候我講嚟講，我們是講大吉大利。แล้ว善家如意。你話伊講善家如意啊？不記得。善家如意。如意啊，咁唔是如意。如意骨架錯。如意骨架錯，因為迄個字啦，你看伊 spelling 對 U 對面有一個 V 做變嘅嘛。嚇，對。伊其實冇可能會變迄個音嘅。伊是冇關係講嘅人嚟。
注意，新疆注意，注意。OK，班唔是伊嘅話咧，就是伊受到講唔到影響影響哈啊，哈唔是伊嘅錯咧，我唔是講這裡面係錯嘅，冇錯本嘅這邊嘅，哈，是講冇想噶，冇啊唔是對咗你。你一個在管冠冠啊，在管冠冠我有講嗰有在管冠冠，你一個睇我看睇像在在管官官，冠冠喎，在管冠伊是冠。滾滾， OK 啦，就咁就係滾冠冠冠冠，勝利興昂興昂興昂，哦，勝利興昂，勝利興昂，佢哋話比較太興昂，興那是興一個字一個字嚟講，係咩讀？興哦，即係我冇變得掉，我冇會變誒掉。阿莊食興之類，哦阿莊食興食咪菇嘅，當今嘅頭毛呢，頭毛誒間呢就興。唔當然興咧，就興是啥是暑假嘅事興แล้ว注意吉祥，注意個想嚇，注意個想，那就嗰啲人有聽，有讀吉祥係咪啊？個想就對兩頭嗰連吉祥嘛，吉祥，是啊。有睇咯，那萬事如意，你看一定是講萬事如意。萬事如意，啊對，所以我睇，試我不要睇了，你我唔知幾時變掉，幾時冇變掉，大吉大利有啦，大吉大利。開始大吉。對，開始大吉， OK，แล้วลอง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ลองจู่ๆแล้วมาดูแล้ว講新疆話ดูแล้ว講佢哋新疆จะ學話，這是咁咩จะ學話？新疆祝學話，伊是講祝學古啦，จะ學話嚇，會使有真จะ學話。祝學古，我是 OK，咁攏จู่捌聽過這邊裡面但我咱讀到嘅物件，攏聽講，火車、歡喜、哆來咪。我捌聽過萬事如意，大家大禮有啦，加如意吉祥唔捌聽過，在管冠冠，我捌聽過。福建話嘅真正嘅greeting冇聽人講嘅少，隔離細人講華語嘅是，就是咯，就是咱袂驚咯，因為陸小蓮嘛，就是點解冇翻譯過？我這些人都冇聽到。就是陸小蓮咯，你少年嘛，那是你少年時嘛是。不，我其實我係是，你看啦，我是幾歲啊？44歲，所以你看我還是我捌聽過啦。我係真係聽，我是真係聽我係講嘅啫，講較傳統嘅，無講，因為我講到比較講 Mandarin 嘅嘛，我係講是潮州人嘅嘛。萬事如意嗰有特別依身體健康啊，身體健康。有咯，新年快樂，正正。新年快樂，我講嘅咯嚇，有咯。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快樂，新年快樂，健健樂，新年超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那個有真濟即個 greeting 是廣府話來啊，步步高升嘅款呢，成日冇咩人講嘅咯，即係廣府人夠講。冇啦，冇本下面話嘅，一時接落來有一個四個字嘅物件咧，是廣府人講話真係是驚啦，新郎上我是廣府話嚟嘅，你人出廣府嘅謝數。你講我當看廣府人做戲嘛，咱規日看 TVB 嘅咩新疆嘅節目嘅嘛，有可能本就是一款細人聽起啊，就是講特別我廣府話，唔是廣府話嘅。咱是關事聽，就是講咧，若是講當今你個你開始個你家字講嚇新年快樂是播咩嚇？播個聲，播個聲嚟講咪講古嚇，不到你家字咪是講這是人別人講嘅咯。特別咧無叮當讀冊時，人哋有佢哋 stigma 嘛，講福建話是 low class 嘛。然後會講廣府話，哇，個 high class 係香港嘅人，係咱看伊戲數啊。有時變做無人講福建話戲，對唔對？上個對喎。OK，
So，當然嚟，嗱我講放炮嘅事啊，所以就學啷淡薄就講 suggestion 就講啊，學啷淡薄 idea， 尋考，建議意見，唔是，建議是哦，唔知。阿龍，咁樣，我咪講學啷即，所以當見我學啷淡薄 idea，學啷啷會去用無上嘅哲學話idea 就講咧，你咪講，咁樣，咪講學啷淡薄 idea。我諗就話阿雞啦，街，可能特別善下街，好是阿雞可，能善下街啊，去計個搞到而家字講，不當兩個事件嘅別講，這是香港人講嘅。博歌星，我是相對上啲高底就頂面唱歌歌星。個身體健康，OK，然後我哋講嘅時候頂節咪是住啷車閘嘅時是就啲這家公司嘅。就是講會因為做福建嘅嘛，右邊，所以右邊叫讓當然那是講你用福建話講，即係哲學話咧，是哲學股啊，是結合右邊。我肯定會去落，肯定 Apple 時我去專門數啊，其實我未使落上股就係咪數？你 Apple 時候我會去新疆啦，往這邊 Kansas City 嘅燈籠嘅社會啊，有做老作新疆。所以我特別去嗰邊，唔知要穿咩衫，我要穿紅衫，特別我個部穿下 formal 嘅衫，我個部話，所以我去嗰邊是真係等啦。哎呦，係你穿邊啲福建嘅衫嗬？條紅機，紅無害人，紅無害人，佢叫我掛龜，佢食隻人講苦呢，有嘢即係照到一邊啊，所以我咪成日報備人個叫買佢就貴人去買邊嚟福建嘅衫。對，就是我有啲幾耐 order 啊，特啲美國嘅聽眾啊，就是人係買美國誒，即係邊嚟福建 T-shirt 嚇是 look up message 我佢講佢哋了 shipping and everything 有幾 already 曬人個我訂攞嘅是。無講上一人嘅講，我一個月使個你 order 個，佢使啦10條個月開咧 OK 啦。所以人同我講啊，買幾條啊，下面 design 下面幾料，同我講咧是話加叫人入嚟好。OK， 當今我講放炮時，我係記細漢嘅就三百時你夾打布魯炮，仲有乜放佢夾打布魯炮？夾打布魯，我放，你擺啊？你車食嘢啊？車食嘢啊！你講下獨立頭，你講下現在嘅興。你車一粒愛咯。你意思唔是要節，你可以成 accordion four 嘅節嘅喎。哦，你啊，一跳啊嘛，一跳，所以一直砰在度跳在，砰在個跳在，你個夾特布魯炮。當今嘅我唔知當今興棒嘅炮成做乜啦。主要我放炮，定到時陣時暑假放炮，就是暑假放炮。我暑假放炮。你哪個是個？我係告訴就是真係 simple。你講。我 every time 古早細漢嘅時啦，when 人會放炮嘅時啦。我暑假去買炮放炮。So 我暑假買 every time 去 all these shops 啊，布拉迪古上面去買。然後買個錢錢，然後我發咗賭爛了。所以我發咗講，唔買了，送女呢。然後我兩女啊講。So finally 我哋查，我發咗講 ，OK， 免去這個車條碼下面去買。我發咗帶我去社會。社會啊買你。伊 warehouse 是我去買 enough to 放幾年 until 未。stock up。人新正了的時候，人冇放炮了，我 still 放炮。July 7月，我 still 放炮。你 July 4 Independence Day 都放炮啊 ？July 4。我買 ，because 我去伊 warehouse 你會買 in bulk 喎。阿龍，我講 warehouse。清明白贈放炮。清明唔是有人放炮咩？去放嘅。白醬白啦，特別呢條唔是種嘅紅色嘅。特別阿龍啊，你冇都只能放紅炮啊，知啊？
你會講好少係咪好少是唔是批發，還是批發？批發，唔是批發。誒，每發當然變咧都有近啲頭，誒，當然未使綁嘅好是 illegal。未使綁嘅嘛，到時都係 illegally bail。哦，特別，按照我冇聽到人綁炮嘅，甚至係是。下個星期我接落嚟未使綁嘅，唔是咩？啲人知係使綁嘅人啦。你要綁啊，伊啦，偷綁啊，偷綁就是 illegal 嘛。I think Iran start to ban after 94, 95. 特別少人綁。啲馬大本是並唔係照冚住佢嚇，有隻女啊。我會記 early 90s 時我 still 幾年我 still 直直綁。哦 ，early 90s， 我是冇，老實講，我冇是個綁炮嘅，因為我驚伊炸到我手。我真係怪難啊 ！sometimes 時我夾炮去剪落去鳥出缸。有，你冇一隻鳥出嚟，你噴出來呢？咦，你我炸是幾幾出嘅有。你我咪講是離鋼炮咯，離鋼炮咯，綁離鋼炮。我綁下炮。離鋼炮是真大聲嘛？真大聲。離鋼炮是人擺鐵講嘅啲炮綁嘅唔知。哦，一嘣就大聲。冇可綁。你綁。當然你頭去俾綁嗰個嘅。我都唔知道我睇俾炮咧，我當見冇，佢那邊卜卜炮呢。我對人玩 space 定係卜卜炮。你卜卜子啊？炮冇睇俾個都揾咩？普通嘅炮冇睇俾咯，阿邊卜卜有啦，他為什麼要被 regular？有啦。哦 ，OK。80萬我被離鋼炮。唔加綁離鋼炮，離鋼炮，伊較大粒嘅嗬，一直粒呢我知。你講炮都是大粒上加你炸啲呢？誒，我真係有。真係大粒嘅，伊嘅 feel 是心真係低。有我見我是啲特別好。And then if 你係 test 啊，你當然你未 test， 你 illegal 了，所以就是我係講，你夾一個離鋼炮。if 少少低呢，特別 if 你幹了，你拔掉這個。一啲 papaya tree 或者係長嘅，係咩長 ？papaya tree 啊，木瓜長嚇，你拔嗰啲，你係離鋼炮嗰啲嘢，你長嗰邊，嘢長嗰邊，你點嘅離鋼炮，離鋼炮炸時，你攰嚟木瓜長嘅支嘢咋？誒，你拔到啲，你是講拔到啲長嘅位啊？啊，你拔到啲長攰嚟，壓落嚟啦哼。攰嚟支嘢。哦，伊講你講嘅成個人嘅炸哩呢大機，一支炸哩呢大機，安尼背，伊落管落長，成炸哩呢長哦。怪大粒哦。怪大粒啊！所以炸哩，特別咱紅炮，咱嘅紅炮咪是個細粒呢，咱放紅炮。所以大粒嘅是炸哩講呢背噶，還是成個咧炸 index 嘅？有大粒有細粒嘅。紅炮有啲大啲細，成啦，特行八條嘛是有啲大啲細啊，咁咪比。有大有細啊！大細有長有短啦，人箍到當到，箍到頭殼當到頭殼有人白。伊個所大炮伊較大機了是伊是唔是紅色本呢？紅炮咧有細粒嘅上加我唔是紅炮，所以我講大離鋼炮。炮伊上加怪大粒啦，上加 sausage 哦，有嗰啲大粒啊，安尼大講啊，安尼啊。Franks 啊，伊 Frank 安尼大。安尼大條，是當然講大條細條。I think 有 smaller 嘅 size。了 ，OK，安尼咧 chapstick 嘅 size，較大嘅 chapstick 嘅 size 啊。咱lip balm 嘅 size。chapstick 嘅 size，if 我冇錯啦，但是我冇錯。有 chapstick size，有較大嘅 chapstick 嘅。較大嘅 chapstick size 冇 ，OK， 成個安尼看，成個即係話 screwdriver handle 那大有。那大條，那大機，開車啊！你是那大機，你紅炮，你離鋼炮，所以我啊，較大個啊？
no，嗰一個 variation 就是伊做上加一個 granite 嘅呢。哦呀，所以伊嘅 fuse 甲長，你點了嘅時，伊會出來一個 smoke。但係你講離光炮平常時伊 fuse 係點呢？嚇？平常時就是 fuse。哦。แล้วลองปังผักหลับหาแล้วจะ講ปัง離光炮嚟講，你按照點是嘅香，點還是用開切？開切啊，燒啊！我 usually 可以 fuse 接伊開。攞嚟手實轉咯，我特別驚香時，我手直直轉咧，直直吹唔到伊心嘅點。應該都驚一數。嚇！我驚下啦，就是我驚炸到我個記，所以我手吼，伊香個長啊，長嘅伊咪是會轉咯，伊一支香伊叮當叮當嘛，所以我驚袂起交邊時，我個手個轉在伊直直咧，被擋掉。講緊離光炮啊，真係積壓咧，就是即個我知啦 ，because 古早我讀出來點聲有真係即個 case 啊，就是伊人派囡仔咧，伊人舉離光炮去學，了下掉伊個在經嘅位。哦。了伊人舉 I think 伊人舉香啊，一味香了插落去，伊心了互伊慢慢。所以 anytime 伊 blow， so the unfortunate victim 去在經嘅時掉咯。哦，特別安怎伊慢慢點？你是講伊是伊打票？伊離光炮去哦。嚇。了伊舉一個香。所以伊香上加一個 diamond 嘅咯。哦，我明白啊！伊慢慢燒甲碗，伊下邊嘅是伊度 start 啊，明白。你都放啦。你香你看啊，了你離光炮嘅心放到動位啦，了伊慢慢香，慢慢燒個底啊，是就動的伊下邊，我明白拍啊嚇。樣放去，你到底看咩啊？哦，但係地面伊注意頂。哦，放到啲頂面冇人看到啦。所以，我係臭魚人哦咧。你是使無盤出來？你是無你係臭魚人嘅咋？係派件伊人做即個工作時，伊人掉掠嘅時，就是 usually public gaming。拍掉輸定啦。我俾個人講啊，即係住嚟啊就右邊嚟，你講咩 ？Hello， 大家好，上古過嚟。Hello， 大力姐這邊。哦，大力姐冇啲啊，歡迎，前個冇聽到你聲了。光特乜歌了，對嚟，你把你大咖啡大路邊。哦，大路邊啊，你停掉 ，OK。大路邊。所以特乜我教人講佢哋作學話嘛，有來細佢學啊講幾句嘅時候，你一個叫別人學嘅人自己用別人學嘅嘅話叫要緊嘅就是。你要緊唔是博士班啊，開博士班學囡仔啊，上面，伊要緊就是咱會曉講嘅人係開始開嘴講學緊話，冇咁介調講學緊話，哎呀是別人老人講我別曉講嘅裏面，所以我哋開始嚟講一段，係冇咁劍，真正是吹開就唔會劍完，一劍完地個撈出來。你要加右邊你要講咩？你要叫？我人講落我人講真正話啦，作學話，加我要做一個 sample 了嘛，แล้ว我係做係group 嘅位啊。特別攏現調嘅人呢，現調人計聽到的啦。如果那是 podcast 這裡放出來是已經是2月4號嘅啦。2月4號幾號啊？我是2月10幾號嘛？係你節目是2月10幾號？唔是 ，sorry， 2月19號 ，sorry， 唔是2月4號，2月19號。嚇，所以咱真聽到嘅特別啦，定所以那是現調聽到人嘅，現調啦，攏特別記好。我肯定下晡時，我情緒水時，我去慶祝唔是慶祝，我去新正嘅迄個 celebration 時，我甲落，一個記好咯。好啊。我甲啲過咗了，咱係啲係去有。阿龍啊，嚇對，無要緊嘅時候，要看無相位人，所以那時你是外國嘅加工啊，英國中啊，嚇攞面講得咯啊。伊講伊等你紅端來樣白白落。好。我覺得講我會講曉兩個啦。我會講曉兩個，咱用當地話一句話啦，講 Happy New Year 本。
哦，我是講了嘅點寫咧，我講咁我就了，我會用韓國話講一句新年快樂。哦，按照講下，按照講下，我聽喎。我未聽，我未聽，按照講下，韓國話就講。誒，彭曼你받으세요。哎呦，澎湃，你噗噗澎湃，你噗噗澎湃세요。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哇，새해 복澎湃세요。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係咪你講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양꽁 잡고 해.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아니요, 새해 복 받으세요. 네,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了，我係英語 Happy New Year。我估住叫咱人去同學家佢講上話誒。哦，誒，我講了，交俾一句嘅用當地話講，交俾一句。哇！你是有你 message 是講，你用 Kansas 嘅話講咯 ，Kansas 就 Happy New Year 咯。我你有可能唔是 Happy New Year 咧，而是 Happy New Year， 咁樣咧。本地。冇，你是咪講下啦？無上所在。英國真係講句 Happy New Year， 咁樣。無上咩 Happy？口音無上。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你講Happy New。等，我未聽過，你人嘅 impression of American accent 是安怎？未聽過。人講 OK， Happy New Year，hope you have a happy New Year，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啊，你講 in American accent 就講嚟，along。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好了，我到時咧講夾派斯就半啦，即講潮呢啦，咁呢個人佢啲假啦冇好嘅話，呢個係 Hope you have a fuck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上 Golden Ramsay 種啊。Oh my god！ 嗱，我俾聽別人 impression，開車美國嘅 accent 聽安怎？沒有。你有得聽啊？是你阿家一聲是出來安怎咧？誒，點樣叫佢哋阿嬷？阿嬷啊，那冇美國叫阿嬷協，係咧，而家俾一句用 New Zealand 嘅話講。哦，毛衣啊，毛衣嚇。我講得我會知。嚇，你幾講得起啦？我哋人嘅係咧巴拉珍咧，巴拉珍雞嗬，唔是巴拉珍雞。嚇，巴拉珍。巴拉珍呢度啲，呢度 Paris 講嘅。三百巴拉珍啊！阿莫丹你個啊？你好似你做啲 Denmark 唔是？而家嚇？哦，係一間啊，澳洲比啊，澳洲比嚇，澳洲比咪是外國嘅嚇，真係嗎？日本佬語，阿 John， 日本佬語，加工 John， 嚇。我叫我翁做你美國聽，一直打搞。嚇 ，OK， 我聽。Okay, say it out. They want to hear in a using the American accent. I don't look at American. Okay, right.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hat's the same thing. They're all the same. Oh my god！ 喂，做咩事咧？你美國嘅是 nasally 嘅，咁樣嘅嗬？你咪我成日Miley Cyrus 啊你。我同你講，Big L。你講話咧，我係上之前嘅男人咯。係咪？我係上之前我主意嘅。小到咩美國嘅人啊 ？The nanny 都哋叫自己。It's the Sheffield。Oh my god！ 美國咧，少拍拍美國，但係美國當晚一講嘅係即係講嘅是意聲是上加Southern Texan 啊，可能係Britney Spears 哦嚇，對咩？啊，我唔知本 American accent 本唔知做聲會。人講較 elegant 嘅是 Boston 人講嘅話嘛。
No. Oh, no. It's like what? Boston 是 有一个所在叫 New England 嘅時候。對 New England。No， 一講起病人講嘅話，小誇嘅好聽。哦，就是英國調來啊，英國調 American accent, please mimic a happy. 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講 in American accent. 英國調 you have a friend there. I hope you have a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I 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Year, it's a year. 英國調你朋友我有嘢簽名。我咪嚟。寫朋友啊。寫朋友啲咧阿妹我有簽名。呢是赤糖。赤糖 ，hello 赤糖。Hello。你話你看到你嘛？你看。嗱，你看英國，你看後調。我手啲個別又會拄到伊嘅。拍更兼咧。係咪？即係你夠拍更兼咧？哦，拍鉗。呢個有拍超情更兼點？就是個拍超情，就是講話有就是。你講廣府話嘅啦，你別學講福建話。我看到迄邊有online 啊，後尾有放 online 個新正嘅你隔了。我看到後尾呐，我看到有放。正講新正啦。個有擺 online 後尾。OK， 你冷單啫嘛，我出個產品。OK。有。所以頭先要做咩啊？我要講咩？哦，嚟講放炮咧，要講到啲放炮。Firecrackers。就是迄邊聲咧亂是刷是做呀？都唔是話，刷。Firecrackers。你美國人佢就是because 我讀一本來是頂到嘅時候。我讀到啲 Form 5嘅時，我讀嚇，我讀朋友就擺叫我讀美國腔呀，但係我即係先生叫你起來讀冊嘛，然後我咪是讓特擺叫我讀 American accent 叫讀 American accent，然後我是讀咯，我先生咩話？你講啊，You're not American。冇，唔是香港講啦，一講 You're not American 啊 ，Why you read like that English 嘛？Malaysia 笑死啊 ！OK 啦，講到啲放炮，講咩炮個老師講？叉多炮啊！滴醋嚟大粒頭，滴醋你講乜啊？滴醋。咩是滴醋？嚟係講有大，一年前嗰時代有大細。點解大咧？就是起嘅時真係大聲。你好，冇一飆，然後砰。你冇啦咧。咧就是大粒嘅，細粒嘅咧就是你點嘅時，對，然後砰咧。然後是我甲我的 friend 隔壁誒，伊人有真正一個 variation， 所以伊人用一個鐵嘅吊。喲，我知。用一個鐵嘅吊，然後夾來 aim。Oh my god！ 啊無用成個 rocket launcher 呢？我 try 真正一個 variation。特別我諗是，佢就是係到啲咧成個爆大關嘅呀，笨打嘅關。嚇！我有超棒哦。有啦，我唔敢，試我記寶我唔敢。冇啦，我識幾種嘛。我較大漢嘅時候，我用手拍。我驚係咩？我驚一邊一病是對我手會病，我咪死。你用手棒，你袂使用迄個大粒嘅滴醋咋？你大粒嘅滴醋，你用手棒，你手就燒嘅。一生出來嘅時候，要不一生出來嘅時候，伊是 already 有會花。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迄個大粒嘅啊，假使一爆啊，你貴嚟家裡冇。有，我未，我就是驚，我是聽。雙你有帶，伊你款用嘅。用手寫咧，就是你用迄個細粒嘅滴醋。迄個細粒嘅滴醋，就是你點嘅時，一寫時無聲，特別伊。in the end 是伊會爆嘅。啊，等你撳你用手寫，你係你手嘅時啊，你茫撳一隻眼。
啊，你就見，你劍上加，你手劍上加一個 trigger 呢？你手你家你都是 support 呢，你問劍加一 ，because 一對 release 嘛。我就是驚，我就是驚，係劍嘅時候，我講劍嘅時候，我你劍掉啊，小劍小傾個架啦，劍冇眼個劍小眼個病到先。You know, John, you know how you hold a gun? I don't know, but 我知你講咩。So 你射幾隻你 ring finger 加你 pointing finger 翹起來，然後你 trigger finger 你 pointing finger 嘛curl起來咯。所以你捏到啲你那個捏捏掉啦。啊，伊滴出嘅查 rest 到啲你 curl out 嘅 finger 加你 trigger。我唔記得我未攞到啦。但你斬劍掉到啲地面 just for counter support 呢啦。到啦頭我未攞，你朝面推車啊？阿奶好，阿奶。冇啦，到啦頭都朝，不到啦頭尾未攞，你射機嘅滴手下，伊個茶下，伊個你是唔是上加香呢？安尼香嘅茶呢三年。轉那三年。嚇。然後你另外啲大種嘅是上加一下滴下嘅，一下較肥嘅滴。一下滴然後呢？伊滴出射機嘅咧，usually 上加really good，伊 really good，但係一雙嘅。伊蘭白是都是上加10機一包。嚇對。了一櫃鴨，你去社會買櫃鴨。伊個機上加是紅，像藍藍色，然後紅色。嚇。我一注來，就是10塊一鴨。During the 80s, 90s 是10塊一鴨 something like that。然後大機嘅咧，都是3機一包。哦。對。3機一包，了一鴨吧，你a few 2-3包安尼，真係少呢。哦。無下你100機嘅。我咪聽過幫的厝啊，落到人嘅厝頂，是成隻個人嘅藤鴨，一燒人出去哦。有啊，根本有幫我掉啊！個燈紅是成隻人厝，所以我人嘅厝係特別啊，人先正時我媽樣是講，叫我開我藤鴨布嘅啦啊，藤鴨布個塞架起開嘅喺邊啊，然後藤鴨計冚起來，然後就是就是成到你藤鴨破係，我咪掉過咗咋，我已經別厝嘅囡仔啊，伊幫伊的厝啊嚇，成過來我嘅藤鴨啊，然後拍破伊藤鴨一塊玻璃咋。嚇，玻璃唔破。That means 大機嘅咯。了伊部接來掉，伊講的伊 crack 伊個玻璃，你知道？你若是講伊部，若是講伊部，我同阿部冚嚟講下，若是都成接來，咪是接去厝入面咯。你是接去厝入面落到你個身教伊嘅上面，咪是條燒。咁就真個你啦，成我嘅小啊幾年放啊，我唔捌接到人嘅厝過。你到底 practice 嘅時候，你較準咯嘅。放個 expert 嘢。我嘅厝我有一支 launcher 嘅知用。啊，鐵啊！我一支 launcher plastic 嘅擺，真係舊嘅擺。有你係你 launcher 用係 launcher M。你 launcher 係咪插到啲刷，還是插到啲磚嘅？我有人係磚啊！紅水動物曬坑嘅啊！買路電，WiFi 咧就買路電，係拖係刷。買路電架咧起來了，到阿冇去咯。成個喇叭烏車啊是，成個烏花車啊，北京嘅。丟，所以我插位丟落去啊！你攞下落去是一邊夾落去咩講？還是佢一滴滴啦？我sometimes 我撒伊落去伊個。哦，你係接起來面，所以你點了個綁伊進去，你係個攞起來。所以 trajectory 你會加 accurate 啦。嚇，較啲。哦，是你點咧一個綁伊 drop 落去，你係是一成起來是通過擺呢度較啲啦，一成是。個後面跑過咧？我唔知你講過咧，袂得跑，一個伊袂飛嘅，啲頭殼轉。蓮花。
莲花我加棒啊！我咪食，我是个一開起來是一個半嚟，一個像白粒個生出來你看咧。唔是，係要生驚你看出來蓮花，我講嘅唔是蓮花，伊會轉嘅啲頭殼，成個伊成個迄個阿毛糖啊，你看咧伊。啊啦，一六粒一包。要攞嚟頭啊呢？六粒一包，即係大粒頭就滯㗎啦。六粒一包咧，硬一上加一嚟，大力嘅呢細細嚟。哦，明白。有係條頭哦，我知啦。伊上個迄個山楂餅你看咧。我知就伊是較邊嘅較邊嘅山楂餅係哦，較邊。伊係個脖子嘅細款呢，細細粒。細細粒呢。哦，迄個叫做咩？迄個叫做咩？你唔是，迄個唔是，迄個唔是蘭花，迄個是個，迄個是叫燈籠 ，Mandarin 是叫做飛碟，唔是。唔知啦，蓮花是迄個有加勒。你是講嘅，伊是轉嘅是，伊想有嗰啲開花呢，掃。伊直直要行路嘅，我人是講啊，看就是走較慢啊，你看咯。我對曬對，哦，蓮花未使，伊啲頭較轉嘅，會胖啊，會胖啊。啊，會胖嘅，伊行嘅。spin 啊，spin 就係剁嘅呢啦。伊胖嘅，啊對。嗰一種咩攞嚟見？胖。別胖啊！伊背對人嘅錢。哦，迄個唔是，迄個別胖泡是唔是甲咧照鏡像？是照鏡泡。照鏡係女嘅放女出來嘅嗬。哦，冇，你是假鏡，你是假放女出來。假冇。最後伊係你嘅做咩？你夾你手點了你點嘅。啊，我真係別胖啊！是，係你我講喎。係你我講喎，而家係真係 high frequency 嘅。哦，係你別拍，一細細粒，成個硬泡嘅形，特別細細粒咧，伊 fuse，伊咧閃出來咧。係你有冇上曬出呢？真係。哦，我一較散嘅我加白。破當嘅。入你出嚟啊嘛。細粒嘅，有更加勁嘅都是大粒嘅。你背啊？伊大粒伊背咩？大粒你背，真係大聲啊！哦，我是，你是特別點，你上早點，伊是到頭殼，所以你特別較晚，是你個點一個背，對唔對？你較伊差唔多一閃要燒夠咧，是你個點。我係你我講時話，我到手夾條香，成手夾條泡，了我安尼看點，嚇了個點。別胖哈。嚇別胖。啊 ，because 伊別胖嘅時候，伊個人咁樣，所以別燒到人手，所以人無驚嘛，我咪是無驚咧。佢等下就多啲，我驚驚。哪一些被放啊？頭先人講係你滴醋啊，係你蘑菇，薄物你係你款嘅。啊，蘑菇嚟啊！放掉係你滴醋嗬，倒水嘅味料嘅係你。哦，袂變變嚇，你都個驚，冇，你爆炸，你個驚去看。喲，歡喜第一驚就是就啲你薄袋，你係你表嘅薄袋啊，是你作啲薄袋，笨蛋嘅罐嚇，你係嗰時候，一直一冇嘢。你有時我個唔敢去，其實我個驚係病仔玻璃吹起嘅啦，盤到你。你成股咧學到去個，哎呦！一存隻頂啊，我唔知係點咪點嚟走袂好。你走大班人都做，我個日水成。你銀花，你細細條嘅。哦，嚇你水本，我行裝嘅就係你是地面你把是抓嘅，你一個是你是鐵嘅。我冇一個鐵嘅，咁啊一個抓嘅。安怎啊講啊？銀花啦。新加坡你講你，哦，你我知啊，銀花啊，我明白我知啊，係你冷用。昂腰，昂腰是鐵嘅，昂腰是鐵嘅嚇。你一個是你硬食金嘅，你講你爆掉抓嘅手。你隻水嚇，隻爽過伊。係你特別係你伊食出來嘅水。是唔是？特別臭味嗰度。嚇掉伊。唔好計味咯，你硬食嘅係咪？唔使寫先知係味，我真係唔夠味。伊就冇成個，伊成個超爆，你看你唔是 manufacture，伊成個超古咧。professional 我睇下。你不是未到嘅，只係落型嘅。你伊線是成一條抓，你看呢？伊頭。依個是我依啲位咩？你是講long but 衣櫃伊成個。出家姐，他幫山可能就抓出來。我聽過像曬，你看你像曬泡。家姐，我未行俾，because 是這樣。我抓泡，拜登那個抓泡。抓，你是好曬出來。
一了上加 Panadol 呢。一堆人哦，堆人。你是未學校未對人未對人。哦，我明白了，你笑伊是嘛？唔 expand 咧，我頭晚寫個 group 裏邊咧，伊 YouTube 未拎你抓炮嘅。哦，得嘞。After 你點個了，伊跑了了後，你頭殼一點哦。啊，對，我明白。我知啊，我知啊。寫未起嘅。你我暑假係你卜啊你。啊，卜子。我知啊。喺啲人嘅搏吉裏邊行借落去，死人事。我唔使笑就搞出，誒特別。未笑啦，吉係住佢人嘅搏吉啦，但係純粹搏。嗰一種，同埋人講無了個，人講放煙花啊，人講咩煙花啊，煙花啊，我唔知啊，人煙花啦，放煙花嗬。我講聽我冇想這套學法咧，啊有一早的要緊的 emergency 嘅時就是啊。我你按壓我不是搞咩事就，你一提只抓了都放過一時，你好啊，我把條燒過你知啦，我係人這套咧煙花嗬，伊唔知伊頭啊是蝦米嗬，伊燒過咧唔是我錯錯嗱你咯，伊加撈入去我係青拖位你知，你我唔知我青拖是攞去條燒到我開的。所以我就驚啊！你鐵話你嘛都壓嘢啊，都掉啲醬嘢，你都點嘢就水。哦，哇！掉一粒啊！哇，直接放 music 啊！冇估啊！真冇估啊！唔笑啊！卡拉 OK。啊！是卡拉 OK 啊 ？Alex。不，喂，嗰一種抓，但我諗講抓有兩種嘛，一種是啥？我講伊較大機咧，伊放紅金，伊實較抓，你講較肥嘅。然後另外一種是較散嘅，特別伊本是抓嘅，攏知哦。女嚇對。然後咩食嘅？伊機。伊嚇？伊機係咩食嘅？係咩半？女又變。特別白色嘅，伊機是白色嘅。我未記係咪食啊？特別女壓伊字，伊都壓伊字。字所以哇，細漢嘅時候，阮是壓咧壓伊條較底上啊，一寸啊，嗬，一路點拉只啊，嗬，你點伊背你就，你見啊，好係翻命啊，安尼款做。誒，特別係你個無咧驚佢病嘅嘛，我應該掂咗冷，掂咗係咪掂咗？個有另外一種咧，佚佗嘅時，我第一件我記無嘛，所以我唔敢放炮，所以我就記下你煙花嗬嚟做無相嘅。你真係煙花啊，你真係做係爆，你睇你啊！你記下一啲燒掉時，一抓係一種啦，女下你點頭下，你一記一頭整響，你一頭響一頭整都可以。掂落去跌落去頭殼看啊！安尼掂落去，一掉到頭殼時，一卜就一個盤起來就對嘅，是唔是？開車啊！點啊！嗰時免點。點啦點！肯定成啲勤科爸爸。我點硬泡嘅事嘛，係白古里一日泡嘅。咁咪硬我哋攞到是硬泡了。但係伊就係危險嘅，看伊人伊你看你坐落去。你硬泡，但你有迄個鐵，你對夾鐵會掉好落嘅。Then 你 make sure，OK， 你 process 嘅，你夾掉，然後你係 cement 落去，你煎，所以拍伊 cement 到底會低位。然後你夾一粒紅泡，你射入去，特別滲出來，然後你夾一粒白古里，向到伊。哦，所以係一隻白古里，伊 force，伊 hold it down。上個 cannon 嘅。你白古里唔射出來看啊？伊白古里射出來。哇，那個太哦！伊白古里射出來啊！上個青椒呢 ？Oh my god！Oh my god！驚咯！拍笑啦，別怪啦，咪是袋冇攤棒啊，就是兩個人做啊，個變咗一條 band 條嚟跑。你跟得使？有啦。所以我會記。這度俾。就係你食過咖啡麥樂丁，係咪嗰啲食啊無了嘛？扛了嘛？所以你夾你係麥樂丁，你撻咧，你夾係白古里紅泡呢食。然後你看你買到電看個了。哦，明白。誒，我個一種就是。係你白古里啊，真係dangerous就。係咯。即係白古里啊，白刀啊。
把一包的白骨里背啊，然後佢射掉一個囡仔把手牽嚟，你不知道？我知我知。真 dangerous。耶哈，真 dangerous。伊會破哦，伊白骨里會破去哦。伊你俾講咧，伊靚咯。伊會 split 咯。哦，把伊生出來是伊袂破啦，是講伊特別伊掉個那咋impact use 真係知道啊，伊白骨里。我是想講伊成個係你人嘅 bomb 呢，人係鐵定啊，你是咁生出來。Yeah, so the lucky thing is 我厝嗰邊我成個我人去做 all these things 嘅時啊，我人 sort of 成個一個 firing range 呢。So that firing range 冇人行，所以我人 and then but it's still dangerous for the person that 點係啦。你是跟鐵頭跑，你唔是你派到過來生人，係 try to 做別項物件。嗰一種我捌聽過是係李光炮咯。你在頂島嘅時，人嘅三八湯，人用嘅三八湯嘅是成個鵝油哈 T A 鵝油嘅你 barrel 嘅，唔是油啦，一掛頂面掛起啊！แล้วรู้ตัวเขาขับ過來，แล้ว係扮林係李光炮，哇！真大聲咧，伊唔是紅炮咯，就係李光炮咋？我就你有伊成有 flash 你看你放咧是，boom 你講你放隻一櫃三百湯配起來咯，配一櫃鐵三百湯盤起來啦，可能嚇。你夾拉去人嘅厝。我唔是我即個啦，即我即擺誒兄弟啊。伊度樣都是幫當到啲後尾落去幫哦，然後嘣，即係就是學死後嘅麻草了，係你意思？我都講你要出嚟湯啊，要出湯啊。伊唔是要出湯寫咯，三八湯大嚟，較大嚟。是人啲出嚟湯咩？唔是一隻罐嘅，一隻罐嘅。伊較大啊！誒，伊是上個人叫鱷魚湯啊，鱷魚湯咧。你是成個啲茶湯特別大嚟咯，像鱷魚湯咧，你都好吸過，你成家係什麼湯係一隻蛋咪？拖油丁啊，拖油丁較大嘅拖油丁。湯啊，你看咧，伊差唔多，人叫你徛起來差唔多搞你胃濕嘅咧，那個管嗰啲胃濕。特別一隻樣嘅隻定一條。你講就是 oil drum 嚇 oil drum，鱷魚湯啊，我叫。一條隻蛋。係咪？你講下你泡啊，是唔是？他明明講他明明。李光炮。李光是唔是放嘅時伊有成個 flash？李光走出來。你嘅。冇啊。李光走出來。李光伊是真係大聲，是唔是李光咧？嘣咧。放了有成個一個 flash 安尼款嘅。哦，你是講你 kick 哦啪咧啊？唔是伊嘣一聲了，伊有成你目睭你啫，伊會講。伊是 strobe 啫呀。哈。John 啊？這邊 US 啊，李光炮啊 ，is classify although 伊朗有賣啊，但係 is classified as explosive 咯，對於個license 嘅。哦。哎呦，我驚啊！李光炮。美國係使放紅炮嘅。紅炮係使啊？美國伊朗係使放炮，伊朗放炮 during 伊朗 4th of July。有 specific，有講到一個所在會使放嚇，意思會使放。有當時上個 summer 嘅時候，我是想無夠好時，伊就 ban 咯。伊講你 condition 啊，上個講真大時啊，伊就 ban 咯。較濟人是7月4號是 Independence Day 是放炮。哦，安到 Christmas 就攏放冇免驚。Christmas 冇人放炮。免驚到。誒特別有咯，你 New Year 是有咯。啊，即阿嬷是放冇 OK 咯。誒，我每路都驚我會驚炮。啊，要到厝內面 OK， 記住。John 啊，右邊啊，哈。John 啊，看邊頂 live 未跑。來放。好，我看你 camera 哎呀，你話我看無上裝啦，去我話，你還沒跑，當然我要看先的嘛。你看到路個喎，你未開過啊？camera 開入去，我係記右邊啊，加大啲鏡啊，攞人到啲 New Zealand 超誒，到啲國靠 internet 嚟，你叫冇，我就冇咁啱喎。嚟啊，開一 camera。但我看未開過 camera 冇看到過。你架拉冇好啊你。哦，咁你試下個水喎。
啊，無老人對內邊呢？你阿出啊？誒對啦呀，對啦邊咧落股咯。我估啲你記得個幫嘅事。開車啊，你做啊，你先正呀。未看到。未喎，呀，看到呢邊弄嘅嘛。哈哈哈哈！嚟，哇，好食好食啊！哎呦，你這好食，你哦，我看無誒。嗯。你整未？好咯，冇。係啦。有咧。整看到。啊，你話伊矮，你胖。別胖是得唔是，迄個唔對，迄個是扑扑誒。嗱，別胖是扑扑，長長誒。長長一生起接一粒誒，我是愛有花誒。我未後轉啦。我去教時，我不然歡喜無愈看。哦，伊別胖是直接別胖誒。啊，伊直接別胖。我冇想，我講係講俾妹。成個膠呢？誒不，伊是我係叫做膠。這是落來，這是做晚餐來。那好像這樣。右邊就得咯呀。糊啊嘛。右邊就得去攤邊，你嗰邊是得咯。Connection too bad。右邊你嗰邊是得咯呀，有冇特別載到對邊喎？我是講啲到啦，乜嘢打嘅咧？我未可能裝。自己先有個棒嘛，先借個棒。係啦，啲唔使講嗬。你打條卡了，隨時啊。嗰陣嗰一個跑都不棒佢哦，嘅一隻雞煲嘅。唔到，個啲雞煲你點咩成女嘅嗬？我一是成女咩？一直就呼讀聲，一雞。阿妹有一粒女嘅，阿妹有一粒女嘅。我無遇過即個物件，佫有吧咯。你是70年代嘅。即刻車。冇啦，有去卡車本有。我不就講滴出做去要降落山落來嘛。parachute 咧 rocket 咧 rocket 是 rocket 有一個 stand 咧。我諗係冇啊。冇啦 ，sorry， 有啊。rocket 有一個 stand 啲下開。parachute 我記啊。parachute 是大機嘅。parachute 係你成起啊嗬，一 launch 嚟 parachute 嘅咋，你 parachute 慢慢飛落來，你個使去橋嘅呀。有聲哦。冇聲誒。伊咪成起有聲啊，冇聲啊，嘣啫。一啲拖卡冇聲。呢樣咯，啊。我個仔隻後面叫我做個棒嘅，我唔知叫咩名了。一隻機嘅，一隻機啊！你見唔見？撲。哦，咪就烚啊！阿媽就烚咗啊！係咪烚？你唔是人教演嘅是棒嘅咩？你冇啦。你去天嘅話咋？伊唔是，伊同棒咪是燒起厝，啊！你一撲射起就關就關天。上邊嘅是人傻咯，你。美國都講嘢啊！伊捌釣過啊！伊正手機咪亦都走出來。有。後邊你冇解啦，伊冇講隻大人啊，伊特別伊是一粒成撲，對，要半幾粒誒，個撲咧，特別伊冇成食誒，所以我走水走3粒5粒咧冇嘢。哦，係你每時見到點樣紅時，伊成一半下去啊，伊就啲點解是要10粒嘅，伊放6粒下去啊，死都唔做好啊，用目睭去看啊，目睭去看。你喺你叫咩？係有隻名嘛？叫咩啊 ？Dragon Ball。Dragon Ball 啊！啊！有燈籠咧，當然話燈籠咩啊？我嚇。虛靈啊！虛靈啊！啊！要攞鐘啊！要半燈加半地。對，都是對。如果是個跑嘅話，哎呦，我點跑點加起笑，頂到看 Mask Rider 啊，會記哦，你卡通咧有隻摩托車嘅嘛，要嚟啊咯，幾隻卡車嘅啦鬥跑，你個人錢咯 ，stupid 咯，感覺到，超標你自己嘅啊，咧噴冷啊，咧個放 rocket 啲後尾啊，哎呦，個放煙花啲後尾，佢飛機響飛，梗係出味。在 jet 那邊要試。那麼日數白硬跑啲冷褲喲。喲，冇唔係，睇你爸爸講啊。你白硬跑啊，頭一粒啦，還是貴等等。冇啦，一餅一餅啊，一餅啊。係啦，點嘢砰砰咪就走啊！喲，你爸做過人啊？完啦，一個驚啫，個吞咗啫。
你吞哪只？嗰一個泡真正用佚佗嘅都是線嘅。線泡啊！丟咧，伊撲一聲誒，攞了誒，攞嚟。一個線嘅，你丟咧伊會。是泡啊！泡嗰啲，人做咧都是拿係線去舊依家啊！我不對，妹，你哋啲擺 not 未當 not 未？我同你講，佢哋咪叫走水地地，冇。誒，嗰一個大粒頭，你依個哦，嗰要嚟一支青。แล้วอีเผาสิจิเลยโรแล้วเสดิเลยเฉงวินาแต่ไอ้แผลเฉงเนี่ย係你攞好翻嚟，冇依個我會出來嘅。The early generation 嘅咧都是自己清，แล้ว一隻 tape 一隻 roll 嘅，一隻 tape เนี่ยแล้วลูก 紅色嘅，啪，一隻 pistol 嘅款嘅，ลูกยา咧คุยเลย roll。你日鐵腿角度角滿你病啊！對，情態啊，也鐵腿，情態啊，也鐵腿。佢咧就是 early version 嘅，then the later version 嘅咧就是成本嘅，了伊個伊有 cartridge，伊 plastic cartridge，哦，落入，要落入伊煎落去，所以伊 cartridge 就是 round 嘅。所以你開你嘅清，你成個清嘅 magazine 嚟啦，殺落去，你落了你係plastic 嘅清紙到裏頭整。哦，啊，對 plastic 嘅嚇，對，啊，喂，記啊，喂，我哋見人伊係你嗰隻蛇人嘅莫解。特別別寫出來是啲柄白呢。喂，我講係你樣蛇有鐵嘅清紙嘅。哦，冇係你是 BB gun 冇上。我哋見係你見啦，到對面射落嚟咯，到啲白蚊那邊。是惡車是冇。BB gun 解 BB gun 是射條路啊，為你是 plastic 嘅清紙。但係到了頭講嘅，伊清紙未 launch，特別伊要緊包得到啲伊頭整就粒嘅，所以。到了頭係你話衣櫃，係你講係你話衣櫃。我就是攞好款嘅，頭好款嘅就是係你 roll tape 嘅，冇。我是教你 tape 咯，我是教你 tape 嘅。The second generation 咧，就是有 cartridge 嘅，要落粒 ，and then 你係 plastic 嘅清紙到啲頭整嘅。係你咧，要攞車啊，你成啦。係你會寫 ，and then 你掟時剪一朵先。哦，係你話唔制。我你留咩？我覺得呢條 first version 嘅喎。我咪想，特別我講世界咧 ，first version 伊寫住 roll of tape 咧。嗰一個咧好佚佗咧，都是上加米沙人嘅。所以伊會泡安怎誒？伊會泡上加人先生加出會寫伊會作啊。先生加出伊會作啊。伊會作啊，when 先生加出伊寫了誒。伊會作，伊作就是伊會 remember 伊會作a box，伊會壓。所以你開愛時有真正一伊會作擺嘛，是唔是？所以伊會泡咧就是安尼，伊會使上加作會壓呢。你開嘅時伊一擺上加作安尼，特別較咧紅嘅，特別你未頭無不行嘅咋，你一點爾伊射上加面手 rocket 一個。哦，鳥鼠，迄是鳥鼠，對，啊，你叫鳥鼠，哦，係你本嚟人嘅 ，because 伊係 plastic 啊，伊 plastic 嘅 projectile 啊，伊所怪甜。哦，即係伊杯是有叫嘅，啊，伊杯是，嚇你，有豬頭。講一個是我物件要講。來，到你咪。昨晚兩講起滴醋嘛，我記我小學嘅時候，我有等有一個大包啦，我一陣先正啊，我真等時間無看到來等，然後尾來等嘅時候，人講伊胸口位後滴醋轉掉。哦，打落去。個伊嘅 chest 位。哦，胸口。好滴醋轉掉 ，maybe 伊 friend 啲佚佗嘅時，徛到邊啊，然後炸到伊身骨頭嘅。對，好彩冇事啦，你響掉上。特別滴醋味啦，滴醋味喎。嗰時我就是有一個我一個名個曉，月理性啊，對嚇。迄毋是講伊一支轉起去嘅咩事哦。對，特別滴醋，
葉利先無講你超前葉利先無講前啊 explosion 無講前就係上天雷啊，你哪種喎？這種是大機，這種細機。大機啦叫上天雷。上天雷嚇。你是蹦咗大聲落去對面。你哪聲啊？你喏 double strike 有一包三機。哈，是怎麼講嘅咯？大粒頭一包三機嘅。包三機，係你都是貴啦。係你貴嘅，上天雷。你大聲你解。你冇搞官咩？你丟嘅事。maybe 係你大機啦 ，maybe 係你做到。maybe 是咯，because 這是老師，等老師教我人講，我人解債嘛。係啦，我大媽講解節泡呢，特別好，我會曉淡薄呢，因為我細細漢未使醫泡嘅。我醫泡呢，我出來人醫泡呢，發覺咩了？我到今日後，我 niece 我 nephew 個了冇談醫泡嘅，嗰時我厝嗬，你都俾嘅，我都俾，sorry 啊，我都當傻開。多數看只人一泡的嘛，對，我人無談一泡的，一拍只。今日大漢咧，家己買伊啊，買啊，大漢咧未想買啊。啊，是要教我想。你講說，我厝的因為我爸做生意，伊 stock 是伊是抓來嘛，伊抓成嘅。應着燒。伊真正驚阮着燒呢，嗬，就真解了誒。然後 even 阿妹嗬，我大漢咧，我明白伊下面伊所做什麼行，伊阿說馬路嗬，阿妹若是人我你要剃頭髮我未困呢，因為我驚人會車劈掉來我厝。係咯。所以人剃頭髮我冇咩困呢。就是我是條厝頂啊，我是條厝頂，我驚講你條厝頂係燒咧。我是細漢時見伊啦，了大漢嘅時，如果我飼狗啊，我係狗隻驚。哦。啊，怎麼人問我阿仔驚狗？啊，唔係阿仔驚炮哦。驚狗。阿仔驚炮，阿仔咧就外面放炮咧冇驚，因為是講對去南邊砰一聲，有可能伊下就係驚。但係伊離江啊放炮，咪個咧冇驚，砰，伊走去同人去看佢就咯。伊冇驚喎，就邊喎？驚㗎，伊交後邊都定下。狗就係隻狗。可以去爆嘢咋？去轉你啊！轉雞，伊唔知一走去到落河。係啦，伊唔會叫啊，轉啊！伊唔會直頭食啲嘢卡係。係咯。真可憐啊！誒，我差唔多點半鐘啊！因為我肯定今日下晡就要去先正做老早，所以啊，我要點半鐘就要看乜要緊。當後尾個後面嘅跑步講就要講哦。頭先我講小姐，你講福建話咋？誒，你講跑擦古西。係咪擦古西？古西係毛毛菇。哦，誒，攞幾多係吹古西？你要多數靠正隻古西嘅嘛？我佢幫意思冇你講炮，用硬炮嘅。紅頭本誒咧打啲你講本擦古西咧爆炸咧，我判價咧會。誒，我成個時冇聽過。我黐黐地嗰啲。我冇聽過啊！我冇聽過。微話講嘅，微話出頭整成是有古，伊巴當係咪？有嘅，真係包有嘅。我冇聽，伊講過伊人是係你跑到啲邊病啊判嘅自己咯，我冇聽講。嗱，只人做你看你啊！你嘛未明路嘅咩？講做就呢啲嘅。我人冇。走去攞出嚟喎，咪快。直接去查啲。係啦。誒，只人知道跑的是白冇地事，是走去朋友，我去朋友做拆車。嚇！你係少咗幾百？冇啦，我係病咗都可能伊細漢。即係放啲呢個輪流，咁樣圍掉，前後三隻人放三邊好走兩條。啊！對，請學生，請。冇學生。一盤掉去麻地，哇！真係超細。一到時好似都點跑時都入向去點伊嘛，去吹個伊嘛，然後邊啊就是。嘅時候見啦，下咯，你做你超準咯嚇！我冇人喊我自己超準咧。OK， 冇好笑啊。OK，這個 episode 咧就是叫做李光炮擦古西，古西李光炮。OK， 恭喜人咧講台講咩字？恭喜人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步步高升步步高升，新家如意，如意吉祥，萬事如意。
個咩物件攏是解？新年快樂！台灣滾滾，財滾滾滾，財滾滾滾。係咪零餅？零餅正是出之平安，誒，出之平安啊，冇國泰平安啊，出之平安。接水啥物？杜朗接水啊！杜朗接水啦，咪是變杜朗接水就是接小姐啊，變嚟對鹽水佢拿刀嘅你，個你杜朗接水不啦？阿龍我睇過阿龍。老跌到咩喎？你冇，你秒掉係咪？你困起來嗬，我嘅驚困起。冇聽到先啊！แล้วไอ้ลูกหลานที่เต้าหาชิว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ยนเนี่ย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ยน做嘅 message 啊叫เขาเลย就引起車龜啊嚇右邊是車雜，但係嗰個幾日節日咯，當當然是車事啊嘛，車雜嘅時候，當佢得幾勁啊？係咪公司啊？寫字公司為幫這 message 上咱邊咧學嘅你聽講，邊咧大山卡唔會使island 唔會使，嘅是外國、美國、英國、中國係咪國唔會使行去跟人講這個，同我教人講啊嘛，作個這個新疆作學話，你係你會使講咯，民族主義係步步個性啊，係真係係咪啷啊？會使講個杜人入水哦。我自己講杜蘭接水咯，大傻卡不是大粒開車。你有時你攏做 video message 啊，攏想特啲想有先知係咪叫當有通看嘛？你有時翕起來，你有時叫好右邊咧攏都是去邊咧福建嘅幫呀，邊咧福建嘅邊車位，邊咧福建邊車位，我幫隻 video 嘛。live 定住我做 live 叫人放嘅，下邊度右邊嘅 message information 攏叫伊，你 edit 起來要做隻 sample 互人看啊。你 edit 起來咧是，就人邊咧福建嘅家己家規世界人講新年快樂哦，然後個祝福大家啦，新正祝福大家。OK， 去做我今日落，我叫學右邊，讓咩使落啦，當 game。你廚藝叫我擺真正面啊嘛！誒，聽下講佢嗬，未使有即 supermarket 未使係搞嘅啊！有啊，哈拉嘛！嚇，有啊，是我睇。哦，你啊 Tesco 有賣，我看到。搞嘅 decoration。Queensway 冇。Queensway 也走上正上個正搞行到人所以就搞。Queensway。有呀，你冇呀啦，你是 rumor 嚟啦。你能講政府叫比賽？咁我貴 Queensway 都看到12成個咧有。哦 ，maybe 12成少數，所以成日 loophole。你12成少一公平嘛？你會使綁喺度搞嘅。搞意思啊。哦。你咪綁咁嘛，別綁တူ了呢。many 歲咯，當撩人咯。當တူ搞唔使啊，有冇試過တူ搞？咱係爛椒就杜爛誒。我看到人 post 伊上個一個廣告，伊有12成少，但係個是無拄嘅喎，我唔知真假啦。哦，有嘅是越南嘅有。舊年唔是不掉嘅，你豉油紙啊，無豬八隻。對， poster。是啊，你看，誒，等陣，我會使那是買係杜，我咪係蒜糊咯，誒，你都對邊咧學嘅你是12是蒜糊，假如無人知嘛。真係真係傻乎，係你 Joss 嘅 poster 啊，就掉到啲 supermarket 裏面嚟。OK， 我去教你政府講啦嚇，我買係杜，我係傻乎，快曬哦！感謝。係 Rosma 係變杜波嘛 ？Oh my god！你話好？嗰啲是 hippo 嚟啦，唔是 edit 啊嘛，上你睇掉靚去啊！我冇 edit 啊！嚇，嚟講。真係拍嘅，你同我講一下嘛。來講，你人嘅厝嘛，你有拋尾垃圾嘅時候，你看者都有小應該是寫字嘅。哦，拋尾啊，寫字嘅。佢寫字嘅嘛，我唔捌看過有杜興嘅。有啊，應該有啦。拋尾垃圾頭一部係杜嘅，是寫字杜出嚟，你叫人看，你會教人看，哈ram數啦。I think still 有杜 just 係冇安尼字咯，甲字是寫字爾。哦 ，maybe。我馬來西亞嘅 TV 袂使放下咧 Peppa Pig 咯。唔怪了袂使。伊人咁樣做嘅。
Happy Beast 星係我出嚟叫星嘛，對哦，星告白。講到 Maxi 寫廣告福建話。哦，不能曬嚇，梗係不能曬無影嘅嚇，我看到。你講福建話特別伊曬就無影咯。你冇講我冇嗰陣時。誒，仲都看到迄個 HLB。你上個晚看到電視機咩？冇咩啫。我成個晚冇看電視機嘅事，我到 Facebook 看到嘅，我到 Facebook 看到。哦，HLB 都去看，John，伊本講福建話。HLB 啊？啊，洪亮病嘅。哦 ，rap 嘅事有時 rap 嘅。嚇 rap 嘅嚇。到時講當今福建興啊嘛，老實咱被講咪，當邊興什麼啊？即係人是興是成個哦。咱本來福建是興10幾年啊嘛，所以咱就講咱嘅唔是講成一時興嘅，你看 trendy 啊都冇嘢。要見興嘅是咱特別對到興，特別興一句啊嗬，特別講接到一樣，唔是成個興句啊就帥啊，興姑姑。唔要緊，咱大車閘，阮大車閘個講啊，車閘個白哦，車閘咪是白，啷去車閘咪是啷去右邊去吹右邊咧，就啲啲加公司嘅。你是講福建話嘅，了時就啲加公司去做，所以係去合併看支持者，我咧是看到一協一時介紹好話。準睇你做啊，咪就係多人嚟俾住嘛。係咪嘅？係使啊，做好咧使幫到啲邊咧福建嚟幫嘢樣。嗰時係呢個會使咯。會使。叫人有翕嘅，阮過來翕一格格嘅面翕小影。小影 selfie 搞你家己 selfie 啊，selfie 有你 selfie。OK， 家己翕即個禮拜咧講嘅一邊先啊，冇可能我聊連咧，可能是不夠點時啊，我要去傾著先啫。我人正 Kansas City 有一個燈籠社會啊，然後我人有做老早到這邊，所以我要去。冇啊，家己這樣到處只線呢，冇。那個冇人冇曬。上個是有冇人曬就有啦，唔知有人。是做大頭。我是你肥肥啲頭嘅。我做譬如我是冇啦，先至冇事，我是8月15號時我做嫦娥。背。OK， 不聊啊，再講不聊啊，咁大家各位，這禮拜咧講咗大家身體健康啊，然後咱是希望咱嘅福建哪用哪用，然後介紹個有幾個咧驚字講，讓驚字個未記起，你想看，你 imagine 個你想看，當今嘛，你會驚那是大漢起來是旁邊嘅福建嚟聽，樣無明白嘅了就積壓啦。咱講嚟夾嘅咧係樣表聽。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佢。希望你大家幫跑啫，我個跑棒咯嚇。等我個錄掉你跑嘅聲啊，跑聲就整啦，冇人嘥個。OK， 拜拜，下禮拜再見。九一八仔，拜拜。下禮拜個先正話第個，下禮拜我未記講咩啦。事我唔知，成個事，拜。OK， 拜拜。